歡迎光臨何文田站。以下係使用引導徑前往樓梯、升降機及 A2 及 A3 出口嘅路線指引。如要使用樓梯前往大堂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左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，便可到達通往大堂之樓梯。如要前往升降機通往大堂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左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再一直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大堂之升降機。